嗨，各位巴打絲打，大家好！我哋魚眼雷達啱啱起步，好需要大家嘅支持。你哋每一個訂閱都係我哋繼續精質嘅最大動力，多謝！大家好，大埔火災，全城心痛，但係喺一片灰燼之中，我哋見到香港偶像嘅光芒，唔係口號，唔係形象工程，而係實實在在嘅行動。今日我哋唔講其他，就係同大家深入睇清姜濤、AL 同其他鏡仔究竟點樣用行動撐香港人。首先要講嘅一定係姜濤自己拎出嚟嗰100萬，好多媒體淨係報個數字就算，但你知唔知呢嚿錢實際會點用？根據東華三院講法，姜濤呢筆捐獻係用喺大埔宏福苑事故愛心捐款度，有2個好實在嘅用途。第一係幫手解決災民嘅急切需要，第二係俾前線消防同救援人員做情緒支援，呢樣真係好重要，因為班救災英雄自己都頂住好大壓力。姜濤同東華三院今次嘅安排，就睇到佢哋唔單止顧災民，連救災班兄弟個心都照顧埋，諗得幾全面。仲有啊，姜濤班姜糖都唔執輸，即刻將7週年慈善店賺到嘅30萬1蚊都唔留，全部撥咗去仁濟醫院。後援會嗰段說話好簡單，但好到肉，始終相信噩夢會過，願各位生活早日回到正軌。呢種偶像同粉絲一齊行善嘅循環，正正就係而家個社會最需要嘅正能量。另一邊 Mirror 隊友 Anson Lo 都跟住捐咗100萬去仁濟醫院，幫手支援災民。而聽日就開演唱會嘅隊友 J 柳應廷，亦都捐出首場演出嘅全部收入去慈善平台，仲呼籲粉絲將本來用嚟買應援物資嘅錢，直接拎去捐款幫人。雖然渠道路線唔同，但個目標都係一樣㗎。除咗出錢，都有鏡仔選擇親身落場。江業生 AK 同邱傲然 Tiger 就靜雞雞走咗去大埔，親自向災民同義工派飯盒。你或者會問，派飯盒同捐100萬點比啊？但講真，份心意從來都唔應該用銀碼嚟衡量㗎。佢哋肯用自己時間同氣力，將份溫暖親手交到需要嘅人手上，呢種直接嘅關心，一樣係冇嘢可以代替。當我哋睇勻成個畫面，就會明一個道理：救災從來都唔係鬥快鬥多嘅比賽，唔係鬥誰捐得早，鬥誰捐得多，鬥誰嘅方式更高尚。姜濤嘅100萬捐款係一種力量， AL 嘅100萬捐款係另一種力量，後援會嘅30萬係粉絲集結嘅力量， AK Tiger 親手派發嘅每一個飯盒都係一種力量。其實根本唔需要計較邊個行先，邊個行後，亦都唔使你有冇人跟邊個或者學邊個。捐錢嘅嘢，有心就得，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，最緊要係咩？最緊要係最終幫到人，係啲受惠嘅市民同個社區真正得到支援，呢個先係成件事唯一嘅目的同最重要嘅重點。所有呢啲一點一滴，最後夾埋一齊嘅，就係香港人嗰種精神。遇到困難，我哋選擇做嘢，唔係齋講；我哋選擇互相包容，唔係分化。如果你都俾呢份力量感動到，請你點讚，等更多人睇到香港呢股暖流。亦歡迎訂閱雷達台，我哋繼續用客觀角度睇所有事情。影片就到呢度，多謝收睇。如果鍾意我嘅內容，誠意邀請你訂閱、讚好、留個言。你嘅支持對我好重要，想再支持多啲呢個講真話嘅頻道行落去，歡迎撳下面個 Thanks 掣請我飲杯咖啡，大家互相支持，真係好多謝你。雷達靠你撐，下條片見。